聖經撒母耳記下7章23節，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？你從埃及救贖他們作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贖出來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驅逐外邦人和他們的神，顯出你的大名。的而且確喺以色列人身上彰顯神嘅能力，亦都俾我哋見到神特別喺舊約揀選以色列民，要以色列民作佢嘅子民，嚟到透過以色列民嚟到顯出神嘅大能，以致能夠可以吸引外邦人嚟到去相信呢位創造天地萬物嘅主宰。今日我哋喺新約嘅時代，神冇忘記以色列人。今日以色列人暫時唔信，暫時被放在一邊。今日神揀選教會嚟佢為佢嚟到做，為主嚟到做奇妙嘅見證。求主幫助我哋清楚明白我哋喺神面前嘅身份地位，侍奉佢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